娘娘，什么事啊？张太医。哦，怎么了？娘娘，哎，可是送去北漠的药出了问题。什么？不是，那是什么事？皇后娘娘，这臣实在不知如何开口啊！今日皇妃娘娘在御花园晕倒，微臣为她把脉，发现她已经有2个多月的身孕了。2个多月啊！娘娘，娘娘，这么晚了，要去哪里啊？娘娘，嫔妾哪儿也不去啊。娘娘，这不是嫔妾的，这是皇上留下。娘娘为何突然打嫔妾呀？皇上走了3个多月，你肚子里2个多月的孩子是从哪儿来的？皇后娘娘饶命，娘娘饶命，嫔妾再也不敢了，嫔妾知错了，娘娘饶命，嫔妾再也不敢了，娘娘饶命啊！你不替皇上倒好，你昧着良心把皇上挂在嘴边，我都替他心寒。男人们在北漠豁了性命去打仗，保家卫国，你却在宫中偷起人来了！皇后娘娘饶命，嫔妾再也不敢了。娘娘，您这是怎么了呀？奴婢从来没见您发过这么大的火，也没见您下过这么重的责罚。您别为了不值当的人气坏了身子啊！我不是气他，我更担心的是，齐生，他可能快要死了。啊！怪不得您从太皇太后宫里出来，就像丢了魂似的。娘娘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！难道是九王他们动手了？我现在没有心情再提起这件事情，更没有勇气回忆到底是怎么发生的。总之，明天一早，你陪我动身前往北漠。嗯。绿篱啊，我们是去送解药，不是去旅行，少装点啊。即便如此，也不能让娘娘苦着呀。什么叫苦着呀？齐胜现在正奄奄一息地躺在病床上，也许这一切都是因为我。娘娘，怎么能说是因为您呢？我现在好后悔啊。齐胜走的时候问我会不会舍不得他走，我当时没有说出口，现在后悔都没有机会了。如果当时我跟他说出了那句话，他也不会孤独地等死。娘娘，您先别把什么责任都往您自己身上揽。您先听奴婢说一句。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了，我恨不得造一架飞机，马上飞到他身边。飞机？娘娘，奴婢跟了您这么久，多少也是学到了点东西的。您怎么就不想想，皇上早就知道九王要在北漠谋反，一定会有所防备的，怎么会突然遇刺呢？而且到现在也没有听到给九王治罪的消息啊。你说的这些我不是没想过。我就说嘛，我这个脑袋都能想到，娘娘肯定是留好后手了吧？这次真没有。啊！娘娘，别人的安危我可不管，但是您我必须得管。您就没有想过，皇上这次如果是故意把您引过去，您可就没有后路可退了。现在我真的想不了那么多了，我只想着，但凡有1/1000的机会，齐胜在病榻上等着我，这个北漠我是去定了。哎呀，这些都不要带了，奴婢不带便是了。哎，你别都拿走啊，绿篱，绿篱。太皇太后驾到！快！
鹏鹏给皇祖母请安。鹏鹏，解药哀家给你送来了，哀家就不去送你了。哀家年岁已高，受不了那离别之苦。皇祖母，您放心吧，我一定把齐胜好好的带回来。鹏鹏，你真的是个不寻常的女子，比哀家想象中还要坚强。若这次你们两个能够平安归来，一定要珍惜你们夫妻之间的情分。快把解药收好。皇祖母，您放心吧，我就在这儿跟您告别了，保重。快，丽丽，娘娘，请上车。马车太慢了，我们骑马去。你把这匹马卸下来。是。你骑上这马，带上丽丽。娘娘，北漠的路途艰辛，骑马恐怕您会受不了。是啊，娘娘，还是坐马车吧。都闭嘴！卸马，速速启程。是。前几日的小规模突袭已经初显成效，现如今，鞑子们已经被我们搞得团团转，早已乱了阵脚。接下来，你们要提起精神，千万不可懈怠。臣弟认为，目前我们已经取得了许多次小规模的胜利，是时候和鞑子们打上一仗。届时由皇上您亲自坐镇，定会鼓舞士气，大胜而归。正面作战不是不可，只是臣以为现在时机还未到，我们还需要击溃北漠的各个战略要地，到时候我们在正面作战，才可谓是万无一失啊。你们都看我干嘛？你们指哪儿我打哪儿，看我有什么用？朕想听听，你觉得现在与鞑子正面作战如何？正面作战，应该，但是话虽然这么说啊，再考虑的周全些，再正面作战也不迟。那好，赵王听命，就由你来负责带兵，去拿下北漠都城附近的重镇。让我带兵，还重镇？我没听错吧？没错，就是。还希望二哥不要辜负朕对你的期望。那臣就恭敬不如从命了。尔等若是没有什么意见，那就这么定了吧。是，皇上。刘御史，辛苦了。哎，九弟，九弟，我知道你心里不舒服了。他派我去打仗，还不是让我去替他卖命？你大可放心，我是不会这么轻易被收买的。你在这儿说这个，你疯了？走。我还不是怕你因为这点事儿对我起了嫌隙，咱们一切照旧啊。你说的我都知道了，一会儿老地方见。啊。皇上，您明知道赵王与九王已是狼狈为奸，蛇鼠一窝，又另有图谋，为何还对他委以重任？难道您就不怕他扰乱大局吗？杨将军，带兵打仗是一回事，读懂人又是另一回事。人是万物中最难懂的，而赵王这个人，朕自认为很了解他。皇上，此事事关重大，经不起任何闪失啊！打仗不仅仅要会用兵法，更要懂得用人之道。赵王从小与朕最为亲近，他是典型的嘴硬心软，重情重义。虽然外表愚钝，但心思比谁都细腻，做人又极其圆滑，更有一种别人都没有的智慧。
朕相信，朕没有看错他。可是他，杨将军，你就不必再担心了。朕若是没有十足的把握，是不会做此决定的。关键时刻对他委以重任，料定他能痛改前非，选对今后的路。对了，杨将军，你还要继续暗查军中的可疑人等。虽不知他们究竟以何种方式动手，但还是要暗中加以防备。是，皇上。